晚安，我們都想明天更高效是吧？但你知道嗎？睡前有3個習慣可以幫助你達成這個目標。首先，關閉電子裝置，這樣你就能放心沉睡了，避免因屏幕光影響睡眠質量。其實研究證明，每晚屏幕時間越多，腦 waves 就越亂，我們會越容易失眠。其次，撰寫明天要做的事清單，這簡單的手續能夠幫助你的大腦安排事項，提高效率，避免明天一早急功近利，做起來很容易慌亂。最後，放鬆一番，你可以打坐、冥想或是聽聽舒眠音樂，都能幫助你放慢心率，讓自己放鬆。這樣你就能享受一個美好甜美的夜晚，期待明天的一番事業。記得追蹤我。